大家好，我係阿 wing， 今日要為大家介紹呢個品牌，係一個結合自然靈感同埋高端機械科技嘅手錶品牌 Atorac。佢哋嘅設計好多時都係以深海魔鬼魚呢啲生物嘅流線動作作為靈感，亦都好注重流體力學，同時會用上頂級嘅材料，例如5級鈦金屬同埋雙層嘅藍寶石鏡面。品牌嘅設計往往都走在最前線，設計出嚟嘅錶款充滿未來主義同埋科幻氣質，亦都融入咗機械工藝嘅傳統魅力。首先就同大家介紹下佢嘅設計靈感同埋外觀。呢隻錶係根據住魔鬼魚流線嘅身形同埋擺動嘅姿態嚟演繹，所以大家會見到錶殼嘅曲線感非常之強烈。整體造型係充滿咗 Cyber look 同埋魔鬼魚嘅線條，而錶殼就係用咗5級鈦金屬打造，夠晒輕巧耐用，而且仲係經過咗135度工序打造。錶殼每一個部分都係經過精心嘅設計，錶鏡係用咗雙層藍寶石嘅卜形設計，做咗6層嘅防反光鍍膜，透光率係高達92%，睇時間清晰得嚟又夠立體感。最特別嘅就係佢呢個180度 Hexa 6邊形時間顯示系統，呢個係全球首見嘅創新系統，係利用對稱嘅六角形結構，每60分鐘就會快速翻轉60度，只需要0.3秒就會完成時間嘅交替。簡單嚟講而家嘅時間係指住12點25分，一路扭嘅時候我哋會見到中間嘅軸心係顯示為12，而下面嘅半圓形就係顯示1至到60分鐘。當去到60分鐘嘅時候12點就會跳咗去2點，而軸心嘅另一邊就會顯示為1點。咁而家顯示緊嘅就係1點鐘嘅時間啦。呢個係一個好創新嘅月時系統，而中間呢個一路轉緊嘅紫色十字標誌就係秒針。呢款手錶係搭載咗改良版嘅瑞士 Sellita SW200 自動機械機芯，係加咗品牌自己研發嘅模組。而手錶裏邊嘅碳纖維星輪軌道系統係由50多件組件同埋26個紅寶石軸承組成，每日誤差只有正負7秒。手錶直徑係42mm，而重量就只有73 gram， 戴上手非常之輕巧舒服。手錶仲採用緊瑞士 Super Lumilova 嘅納米夜光塗層，可以持續發光超過8小時。而錶底係用咗尼龍同埋皮革混合物料，夠晒耐用又夠晒靚仔。錶底都係做咗藍寶石玻璃錶面，可以見到機芯嘅運作。隨錶仲會附送一支改錶帶工具，同埋呢條咁靚嘅魔鬼魚紋皮帶。錶迷可以隨時自己更換。呢隻 Manta X 係將深海嘅生物同埋科技完美融合，完美咁提升咗手錶嘅性能同埋觀賞性。官網定價係28,800蚊，錶迷可以 WhatsApp 阿 wing 查詢優惠詳情。有興趣錶迷可以上嚟門市試下。如果中意呢條影片嘅觀眾，可以 share、like 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就可以時刻獲得我哋最新嘅手錶資訊。今集介紹到呢度，下集見。